歡迎收睇《說在線新聞》，我係陳彩日。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辭職所引發嘅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喺今朝5點公佈結果。公民黨楊岳橋獲得160880票成功當選，以10551票之差擊敗得票第二多嘅民建聯周浩鼎。本土民主前線嘅梁天琦就獲得66524票，報稱獨立無黨派嘅方國珊就獲得33424票，新思維黃成智就獲得17290票，而無黨派嘅劉志成同梁思豪就分別獲得2271票同1858票。投票率方面，今次選舉一共有超過43萬名選民投票，投票率為46.1%，比2012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少大概7個百分點。眾安村票站有票箱因為遺失鎖匙，需要用工具展開鎖頭，惹嚟市民不滿。選管會主席馮驊喺公佈選舉結果後會見傳媒時候話，需要時間調查事件，現階段去問責係妄斷嘅講法。不過佢承認事件令點票中心凌晨2點先開始點票，從而延遲整體嘅點票時間。多名候選人喺調景嶺新聞中心等候選舉結果。公民黨楊岳橋當選後話：好感恩可以贏出選舉，而其他候選人亦尊重選舉結果。黃卓賢報導。所得票數為16萬。公民黨楊岳橋獲得160880票，得票率達37%。佢當選後話：對於可以勝出選舉十分感恩，亦將會於任期內回應選民嘅訴求。我亦都係非常感恩嘅，亦都相信係能夠喺呢個年代，喺呢個充滿轉折、充滿挑戰嘅年代，係參與呢個補選，特別係咁嘅大環境底下，我覺得我係非常幸運。香港人係對於民主派、公民黨議會嘅革新咧係有期待嘅，而我亦都係願意咧係肩負呢個工作，喺未來嘅日子咧係同民主派嘅議員係同埋咧係民間社會咧係一齊大家一齊努力啦，係希望能夠將革新同埋咧係令到我哋係進一步嘅團結。咁呢個相信亦都係我自己喺呢個年代參加今次嘅補選其中一個使命。民建聯周浩鼎以1萬票之差不敵公民黨楊岳橋，佢表示會尊重選舉結果，亦會反思及檢討落敗原因。我認為呢一次嘅選舉嘅結果，我絕對係尊重選民喺選舉裏面嘅選擇。同樣地呢，我認為呢係我自己喺呢個選舉當中呢係有不足嘅地方。咁我亦都有自己做得唔夠好嘅地方，咁我自己咧亦都會檢視我自己嘅不足，同埋會反思，亦都透過呢一個嘅檢視同埋反思咧，我希望能夠鞭策我自己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做得更加好，做得更加好咁去服務大家，服務呢個香港社會。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話：透過選舉可以知道部分市民認同佢哋嘅理念，相信本土派會成為議會嘅第三股勢力。過往好多人標籤我哋係小眾，標籤我哋係邊緣分子，甚或是標籤我哋係暴徒。但係暴徒都攞到5萬幾6萬票，咁你睇得出？真係有一部分嘅香港人係相信我哋嘅政治理念，亦都係認同我哋嘅抗爭手法。報稱獨立無黨派嘅方國珊落敗後感觸落淚，認為越做實事嘅人得票越少。楊岳橋喺大會宣布當選後即時上任，直到今年9月30號立法會任期完結。說在線記者黃卓賢報導。對於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獲得超過6萬票，排名第3。有學者認為香港將有一個新嘅政治格局。邱瑞瑩報導。本民前嘅梁天琦今次以本土旗號第一次出戰立法會。有學者認為，就算今次梁天琦落敗，但係已經形成咗一股本土派勢力，會影響香港今後嘅政治格局。對9月嗰個嘅選舉嘅影響呢，就係我自己估計呢，會有出現一個所謂三國時代啦。過去呢，就係泛民對
建制派。但係今日咧會多咗一個咧係政治嘅新勢力咧，就係以本土派為首，包括裏邊一啲嘅溫和派，尤其係激進派，加埋咧啲即係所謂傘下嘅組織，喺舊年區議會已經係走上政治舞台嘅。佢又話，本土派嘅冒起將會不利泛民喺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嘅選情。咁呢一批即係本土派加散兵，佢哋會形成一股新嘅勢力，會向呢係泛民嗰邊呢係爭取佢哋原來嘅一啲嘅支持者，咁呢就會係戒咗一啲咧泛民嘅票。所以呢，我覺得9月嚟講呢，泛民嗰個選情呢更加不明朗有危機，因為呢啲新勢力嚟講呢，唔會同佢哋呢係即係協調呢，就認為係唔民主，應該呢係直接向選民爭取，咁變咗呢對建制呢，就係反而有利嘅。不過長遠嚟講，宋立功認為泛民等反對派嘅政治光譜會變得更加闊，亦都會對建制派造成威脅。說在線記者邱瑞瑩報導。